大家平安，我是阿高。即摆要来分享安怎用手机顶悬的 Google Map 来将台语文推送伫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间。咱通知的是，一个语言若是要成做一个活语言，就必须要伫人的日常生活中间会当来使用。会推送即个活动，就是为着要创造咱台语文的环境。大家若有认同，就会当做伙来做。首先，大家来找到家己手机内底 Google Map， 甲伊拍开，点一个就会当拍开啊。现主是 Google Map， 无法度用台语输入法来敲找咱要去的所在，所以请大家委屈一下，先用华语还是英语来输入。咱若找到要评论的迄个所在，就甲伊点一个，顶悬会出现迄间店的小解。看起来拢是中文的，是毋是足牙药的呢？安尼就代表讲咱需要拍拼去写即个评论。咱先来大约影一个内底到底有啥物款的物件，有啥物款的资讯是值得真侪人来参考的。看过就知影讲，内底内容不止多，所以讲无怪即卖的囡仔、少年人拢定定爱上网络去参考伊顶悬的资讯。咱若是伫顶悬有写物件，就等于是甲因有互动。内底除了交通方式、地址、电话以外，上重要的就是即个评论。咱台语文推送到呾，伫即种日常生活的 Google Map 顶悬，犹原足欠缺用台语文来表达的文章甲图文。亲像即间店，就完全无任何一篇的台语文伫顶悬做评论，所以我按算来写第一篇。安尼，咱来找评论的所在，就是即位。咱会当选择要送因几粒星，阁有文字的评价，会使放图。为着要互看的人对台语文的评论者有较好的印象，鼓励大家是尽量写好话。我先来放相片互大家看。放相片的方式有两种，第一种是倒边的四角形，直接用手机现翕现放。正边的迄个四角形，就是你已经翕好势，放伫手机内底，然后用即个四角形，甲内底原本有的相片甲伊叫出来，佮甲伊上网传起哩。亲像安尼，我找到我家己手机内底已经翕好势的相片，甲伊点一个就选择。我即边选3张看起来较水的相片传起哩，然后我来写文字的评论。因为现主时是会晓看台语文的人较少，多数的人还是犹原看中文。为着要甲迄寡原本咧看中文的人，豆豆甲因请入来，咱台语文的世界，所以我用汉罗来做伙，用汉字较悬的比例来做即个工课，然后下骹会用英语来表达，这互想要学英语，还是讲原本就是英语的使用者会有兴趣。则阁提醒大家一遍，就是咱尽量写好话，互大家对台语的评论者有较好的印象。相片下骹嘛会当有文字的说明，伫遮我嘛是用汉罗来做伙的方式来做表达。为着要方便查询台语词，我伫手机内底有放字典，亲像即个找台语的即个网站足好用的，大部分的语词伫内底我拢查得到，所以我找我袂晓的即个中文词叫酒酿，台语要安怎表达呢？伊就甲我讲，酒酿就是酒甜，安尼我就知影爱用酒甜来写。
鼓励大家尽量来练习用台语输入法来拍字，安尼会当搁较熟手。若是认为已经写好势，安尼咱就会当找着正边顶悬迄个发布，就是蓝色的四角形迄边，家字落，伊就会将即篇评论发布出去，互大家看。发布出去了后，就搁诞生一篇台语文的评论，安尼看起来是毋是较舒适呢？以上就是简单小解安怎创造一篇新的台语文评论的方法。另外，阁有一条路线，就是咱会当将以早有捌写过、用支那话写过迄寡评论，全部拢甲伊改做台语文。顶悬写的是会使修改的，所以咱会当两条路线拢同齐来进行。愿望咱台语出头天，台湾出头天。